俾呢個我一個人喺嗰個北打街嗰度咧，係喺呢個琴晚嘅11點33分咧，係被拘捕。佢就我11點33分喺度非法集會，我真係覺得莫名其妙。全香港人都睇到我一個人喺度嗌我。咁我覺得我嘅感覺咧就係香港係步入咗一個警察社會，即係大家係用警察嚟解決所有嘅問題。我係彈劾特首嘅人，我今晚就俾人捉。我1月1號俾人捉，10月31號咧係俾律政處去覆核另外一單案嘅判決，話判得我太輕。咁我只有講一句，呢個真係一個警察，係用警察去解決所有嘅問題。公道自在人心，大家睇到我今晚做乜嘢，多謝大家。